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2月2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针对房屋税相关议题，已经连续开2摆的专案报告，不过市长的报告有完予在场的议员拢来失望。除了确定今年并未临时召开到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来决定5月份的房屋税是毋是有要动起，而是爱等到委员会开会来讨论109年开始。连续3档的轻税主张。为了赶伫今年5月房屋税课税进前，希望市府会当临时召开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来主张动涨机会。上午议会第2摆开专案报告，重新检讨课税标准甲折旧率等议题。不过，其实黄市长的专案报告只开3分钟，连1000字左右的主张就结束。重点也是爱交予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某议员无分哪里拢表达失望。其中议员王家珍就率先开炮，因为黄伟哲推卸责任，予市民继续受苦。今天这个事跟郑市长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通篇看完，我们觉得市长讲了个半天，通通是个屁。你讲了个半天，不是都一句话？给台南市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才是真正的关键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而且有讲等于没讲一样啦哈，因为我们的内容里面其实就是说，其实还是要靠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去做决定啦哈，所以我想有讲跟他没讲，唔跟我说，那快点来对哈，市长说我们现在预计3月份希望能够来召开。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赶快来开哈，我想这是我们本来就很期待的，希望3月赶快来开。但是3月来开，我们期待的是能不能透过这个委员会来动涨今年81%的房屋税。这次开这个临时会，是因为咱为着这期，伫咱要开征107年度的这个房屋税先来开，那么有缘也是搁伫81%。今年要来开征的，安尼就无采。第一，咱开这2次的定期会；第二，你市长要选举的时阵，对市民的这个责任。到底今年5月敢是发动动涨，敢是同款爱对第2档起65%调升到第3档起81%？这个议员继续追问，就希望减轻民众负担。而且如果无法度开临时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109年调降空间如何？对于市长也讲出轻税还是降税具体目标是30%，重点是房屋税刊写中央法律，也是等议会正式决议交予财政部评定。因为税务的主管的部会是财政部，那所以我们将会送给财政部来做最后的评定。那财政部如果认为说事实上是可以暂停征收暂停涨，然后重新开一个临时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来停止上涨，那我们当然从善如流，一定要这样做。那如果上级政府认为说这样做是于法无据，而且是有适法性的问题，是不可以的。那地方议会即便做了决议，或者做了自治条例的修正，那跟上级政府的法令抵触，应属无效，这是本来的规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将等这个议会做第一个议会是不是做决议，第二个议会做了决议之后，我们将呈到上级政府来做最后的确认。确认如果是可以的话，我想说没有这个没有上涨，我们就不会上涨。另外，市长也表示，明年房屋税一旦调降，税收预计减少20亿，已经有影响市政建设的心理准备。停止回溯到90年的这个部分，事实上税损就超过将近20亿了。有人说18亿，有人说20亿，但是要以实际征收的数额为准。那税损就已经超过20亿了，那将来是势必严重影响市府的建设以及一些经费的发放。那我们现在市府已经开始预做因应，也就是说，将来明年开始，我们的税收就将减少超过20亿。那我们势必有一些建设要撙节、要紧缩，
那有一些会发放的这个经费可能要打折或甚至于减少。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既然今年5月份房屋税调起到81%，已经是成为事实，所以议会依照民意的寄托，就是希望今年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开会时阵，会当针对着房屋标准的单价，或者是各区段无合理的所在来进行调整。对此，市长嘛认为讲，透过专家评估，若是各区所提出的地段、地点有需要调整的话，市府嘛会从善如流。为了避免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决议违背契税房屋税原则，沦为互相作假，议会日前决定由国民党蔡耀辉加台联杨忠成2名议员来代表出席。上午市长伫专案报告之前，3个人拄好面对面沟通。会中议员蔡辉强调，以新营为例，房屋标准单价伫调整以后，竟然甲市区商业地段同款，相当无合理。咱市政报告书改写。就是讲一个路段100年到104年，伊的调有也无超过20%，伊袂调整。这咱市政院的资料，阮新南区中山路交台南市足侪所在，是咱调整路段迄种1.4倍，可是要扣税金加1.4倍，很明显违反税法11条的规定。那我们就是大概国民党跟无党籍，大概就是用这理由，我们要请求市长要体恤民意，爱重新思考。108年房屋税，过去咧讲征收有错误的地方，用这个理由来开临时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那解决一切的纷争。当然是站在民众的立场希望能够市政府能够将我们税率调降下来了，以代表以市长表示的诚意嘛哈。竞选的时候都有这样谈，也希望说能够遵照他当初选举的时候的承诺。房屋税的问题，集中在第一个地段率，第二个折旧率等等相关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要求这个财税局能够依照我们的原则。那依照这个原则，如果说因为是委由这个专业人士来做评估。那如果说个别议员提出的个别地段或个别地点有需要微调的地方，我们将会从善如流。但是最后我们也只是做完这个幕僚建议，然后到时候还是要委由这个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来做最后的定夺。根据房屋税条例，既然已经授权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来决议房屋标准单价、折旧加地段比率等3项标准，所以目前市府有7席，议员有2席的代表，佮包括土木技师、建筑以及都市计划专家，总共13位到16位不定的委员。对此，议会徛伫居住正义的立场，希望委员会会当明确回应各界毋望调整的心声。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市府伫去年开始规划先进运输系统，其中绿线暂定会通过市中心，但因为路线真有可能会经过西门路，也引起着当地民众的反弹，认为西门路上过细条，并无适合来起。对此，也向着议员林美燕来澄清。21号下午，林美燕特别邀集到这份工程处表达民众的心声，同时也向市议会请愿中心来送出第1份的订正书。在去年中央宣布核准台南的先进运输系统后，市府就开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其中因为绿线可能会经过西门路，这嘛引起当地民众的反弹，认为这份的兴建会造成当地交通更加混乱。同时嘛，感觉西门路上细条，无适合兴建。对此，议员林美燕特别邀集这份工程处，向因表达民众的心声。我们西门路的住户听到我们捷运处成立以后，也听到我们这个立线要即将经过西门路，他们就已经抗议了，但是不好。而且我们当地也等一下里长那个也可以看。住户联署，当时一面倒啦，反对啦。我们的公部门，你的态度如何？互咱的里长，互咱的住户
无安全感。这份工程处的处长陈志库会长嘛特别强调，现在就算搁咧规划当中，并无确定一定会行西门路，未来嘛一定会开公听会，了解当地民众的意见。有关于路线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定案的。那什么时候才会定案呢？就是我们会在综合规划的时候才会定案。那综合规划我们要开公听会，绝对不是说讲给你们，把我已经决定的事情告诉你们，只是做告知而已，不是这样。那这个都必须要还要经过跟议会报告同意这个路线哈，还要把我们公听会、说明会跟那个情形哈，然后都必须要做记录，已经取得居民的大多数的一个共识啊，我们才会做。现在议会嘛已经成立人民请愿中心，所以议员林美燕嘛特别邀请议会秘书长出席，并由着里长甲居民共同送上陈情书，希望议会嘛会使为民众来发声。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看好台南太阳能光电会当发展的未来，水面型太阳能专家谢尔特拉公司结合着日本甲法国的资金甲技术，伫南科湾区纺织股开2.3亿，打造全台湾第一座电业水面型太阳能的供电厂。这个太阳能发电厂除了会当提供1500户的家庭规档的用电以外，嘛对环境非常的友善，具有经济甲社会效益。位伫南科曼陀林路的纺织股，水面上用安装了密密麻麻的太阳能光电板，这是由日本资金协助，法国水面型太阳能专家谢尔特拉公司伫台湾所打造的第一座电业水面型的太阳能电厂。We are a French company, and we started. 这个案场是我们在台湾第一型电业水面型电厂。那在台南这边，它就是发电效益可以提供1500户的用电。对，那基本上这是在台湾一个水面型案场的一个指标。那很高兴邀请各位来这边参观我们的水面型案场。那这个水面案场会在政府在推动绿能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看好到台南的日头，谢尔特拉公司特别引进技术来投资台南，开了2.3亿建制完成的电业水面型太阳能电厂，会当提供1500户家庭规档的用电量，而且所用的发电系统对环境100%友善。南科这个区域，它有做一个绿化的计划。那这个滞洪池，它本身有滞洪的功能，那也有景观的功能。那在响应政府推动绿能政策部分，再就加上绿能的部分，它可以成为一个3合1公用的一个滞洪池。所以说，在不管是发电景观或者是防洪方面，它都有它的提供一个重效的概念这样子。见证着台湾首座的电业水面型太阳能电厂来启用，投资单位20号也举行着庆功发表会，出席的经发局长萧富仁感谢投资单位来看好着台南的日头，愿意来投资。那我们目前正扩大整个推动的一个策略，我们现在是推动阳光电城2.0的一个计划哈。那我们希望说在今年能够达到1 GW 这样的一个发电量哈，那希望各业界能够来加码做一个投资哈。台南拥有真好的日照条件甲完整的绿能产业链，但是南科甲数据园区都有真侪水面型的太阳能电厂，含地的空间转化成为再生能源发电使用，持续利用台南的优势来打造优质的绿色能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要保护咱城市优秀的少年运动员，市府体育处特别甲成功大学合作推出了优秀运动选手健康管理服务试办计划，建立着运动选手的数据资料，提供予教练训练的时阵会当使用，同时也结合病医来降低运动伤害发生。对于运动选手来讲，上重要的就是身体的健康。为了建设完善的运动伤害甲运动科学的环境，体育处嘛甲成功大学运动科学中心合作，推出优秀运动选手健康管理服务试办计划，将选手的资料做出整理，予教练甲医疗单位未来使共同来使用。那这个计划呢，是我们跟成大运动科学中心的林丽娟教授来合作的哈。那这是在今年
上半年来上路，那会优先针对我们国中参加全中运的选手来做这个示范。那主要办理的内容就是有这个运动的体适能的检测，然后运动伤害的预防跟照顾，然后健康医疗的管理，防护员的随队服务的4大主轴。好，那所以会长期以来就是建立我们运动这些优秀选手他们的一些的基本的数字，用科学化的数字来做管理，然后把他们检测的数字提供给教练，好，或者是这个防护员来修正他们的训练计划，或者是说，我们的运动选手有一些的可能有些伤害的事件的时候，可能要怎么样及时快的去介入，好，来做后续的这个服务啊、管理或者后续的医疗，来减少运动伤害的发生。这届的计划嘛，将优先来服务全中运的优秀选手，大约是29间学校的600位选手。体育处表示，如果成效良好，未来嘛将会扩大来举办，期待透过安尼的方式，减少运动伤害发生的几率，并提升训练的效率，带动大台南的运动实力。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着要感谢并回馈用户，中嘉集团甲数位频道 HITS 频道举办了申办款凭看 HITS 抽Subaru 8万汽车的活动，由中嘉集团的营运长纪乃维担任抽奖人，以及由着中嘉集团的副部长赵培培见证之下，抽奖的结果来出炉，由新市坡有线电视公司的一位款凭用户非常幸运来得到8万汽车。为了回馈用户，中嘉集团特别甲数位频道 HITS 频道伫台湾地区独家合作举办新版款凭看 HITS 抽Subaru 8万汽车活动。活动期间1807年11月16到1808年1月31号期间，得到用户踊跃新增支持。抽奖仪式特别邀请中嘉集团营运长纪乃维担任抽奖人。中嘉集团的副部长赵培培为抽奖活动见证，由电脑随机抽出幸运的中奖者。有请我们的营运长来启动这个电脑，按下按键，随机抽出一位幸运的客户。好的，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抽奖结果已经出现喽，恭喜 BB 宽屏的客户叶小姐，应该是叶小姐。然后中奖了，他的这个公司呢是新市波的客户，客户编号是70234。中嘉有线电视在去年在11月16号，在旗下的有线电视用户只要办宽屏就有机会抽汽车的活动。那我们特地与这个 HITS 频道就211频道的业者一起合作。那只要办宽屏就看这个 HITS 频道呢，就有机会抽100万名车。那很高兴，我们在这个1月底的活动结束了，期间我们的这个宽屏用户申装也非常踊跃。这届抽奖活动圆满结束，中嘉集团表示，未来也将无定期举办回馈客户活动，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提供用户更加精彩收视内容，稳定快速的上网服务。记者陈淑萍采访报道。南明科技大学美容造型设计系甲生技公司合作所来成立的实体商店，至今已经成立半冬。为着要向外界来推广这个实体商店，因特别搭配着盐水风炮的活动，
伫咧武庙边仔摆摊，提供予在地乡亲或者是外地游客来进行着美容相关的体验。对学生来讲，这嘛是一种户外教学的方式。一年一度盐水风炮已经热烈展开，除了重头戏风炮以外，也有真侪精彩表演，以及四周边的单位会当洗。其中，南明科技大学的美容造型设计系甲振兴生技公司合作的美容实习商店，嘛以着行动美容的方式，伫咧现场摆摊，提供予民众免费的体验，即嘛上届实行的技术。嘛，借着这个机会宣传着美容实习商店。这次呢，跟南荣科技大学美容设计系呢，来办这个公益的一个烽火的一个美容的一个行动美容了。那因为我们去年是也有办过，但是呢，因为去年是没有美容商店开幕，但是今年呢，我们去年的6月30号就已经实体商店开幕了，所以我们最主要美容实体商店开幕之后，我们让我们的民众能够知道说，来这边可以知道说，我们南荣科技大学有附设5星级的美肤教室，那每个这边附近的民众可以来这边做脸。那我们也开放我们附近的民众，还有我们偏乡地区的民众来做。结果呢，我们已经实现我们的实体商店的绩效。所以说呢，我们想说利用这个活动呢，来推这个成果展。这个美容实习商店就设伫咧南明科技大学的校园内，采用非侵入性的科技医学美容，对着时代潮流，借由着产学合作。学生对接待、提供予客户咨询，一直到客制化的服务，拢会当实际操作，成为业界所需要的人才。毕业以后，会当马上无缝接轨，马上就业。然后就是把学生拉到这个户外然后来帮忙这些我们这个市区的民众那当然这次也针对元宵节如果有观光客愿意过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免费帮他做一些护肤的这个治疗。利用我们的户外教学呢，来把我们美容造型系的美容商店的学生呢，能够让他们在未来他们也就业后，他们就开始要进入我们的职场。那我们职场的部分，我们的企业的一些像设备呢，我们全部学校都有了。那所以我们这次利用学生户外教学来做一个成果。虽然受到空间甲场地限制，真侪设备无多伫咧活动现场进驻，只当提供着简单的除粉刺、美白等等的服务，不过也是大受好评，成为盐水风炮周边活动的一个互人注目的焦点。等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大港文化中心是全国第一座由地方民众支持推动，经过了14天的积极争取，总算建设来完成的复合式文化中心。这嘛是第一个伫咧开放政府的政策之下所创新的指标性文化中心。大港文化中心企业运期间也安排了3出由在地乐团甲戏剧团所编排的新歌甲新戏，将伫咧大港剧场来演出。也欢迎乡亲小少来看戏。开了4亿外经费所打造出来这2栋，也代表着大港文化中心。这内底不只有图书馆，也有专业的影音教室、舞蹈教室，以及一个会当扩大座位、变化表演形态的实验剧场。伫大港文化中心试验运这段期间，嘛有3大在地乐团甲剧团安排了全新的曲目甲表演，要来呈现予在地民众。经过10几天的努力，4月13终于要正式开幕当然在开幕之前，我们安排了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综艺，来对这个空间做一个试营运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空间会当运作得更好在4月13开幕时阵，会当予来参与的人一个上介好的表演的空间、观赏的空间所以。伫这段时间，希望大家当踊跃来参与咱所安排的所有活动，互大家当有一个足好美好的一个大港文化中心观赏的经验。咱特别针对安南区的乡亲这3场你另选一场，就咱打75折。那希望咱在地催生的文化中心，在地人会当互咱上介大的支持。其他毋是安南区的乡亲，你只要选3场，同款会当。拍75折希望大家对咱一个新诞生的文化中心会当予伊，会当好好表演，然后会当有国际人来参与，这个文化中心未来有更加侪人当去关注，然后注意到它已经诞生了。这个率全国之声，由地方民众主动仰望、主动支持推动，因此来建造的大港文化中心，
目前伫咧试验运的阶段，预计伫咧4月13号会正式开幕。文化局也热情邀请大家来台港文化中心感受台港文化的艺术生活。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糖尿病病患因为身体抵抗力比较较低，感冒来并发着肺癌的风险嘛比一般人较悬，所以安南病院泌尿科的主任医师就呼吁糖尿病病友爱来接受着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来增强抵抗力。由安南病院泌尿科主任医师沈振龙伫咧记者会现场亲自示范接受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注射，也呼吁大众，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做伙来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来预防感冒。只是要跟大家提醒，糖尿病患的话，他一旦发生感染症，他会比别人进展得快，致命的程度也会比别人高。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预防重于治疗，所以要事先等，病人还没发病之前，就先提高他的免疫力，让他减少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机会。伫咧记者会当中，也有注射过肺炎链球菌疫苗的糖尿病患者，伊来表示注射过了真正有效，对着感冒病毒的抵抗力也大大来提升。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8度至26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2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